乳癌是台湾女性的癌症第1名，死亡率排第2名。去年就有买3000人过身。不过，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有超过3成4合资格女性唔捌做过检查。明年开始，这体检的年岁就要扩大到40岁到75岁，呼吁女性2年爱做一届体检，量早发现，量早治疗。49岁陈小姐4年前因为流浪教师找无工课，营营伫厝的，某一天接到卫生局的通知，会当免费参加年房的摄影体检。无想到因为安尼确诊年癌，好在在及时治疗，目前病况稳定，干嘛需要定期追踪。目前嘛得到某一间学校的录取通知，才互伊重新找到工作甲健康。及早发现、及早治疗这件事情，真的是救了我的一命，然后也让我的人生从人生失败组，然后变成人生幸福组。根据国健署的统计，去年112年，拢总有92.3万外的女性接受年房摄影检查，拢总发现5300外的年癌个案，等于是每体检169个女性，都有1个人去治疗年癌。而且因为体检发现年癌的女性，有将近6成是年癌早期个案。医师表示，年癌早期5年的准活率会当达到9成以上。在手术方面，现在很精进，有这个部分的切除。那如果很大的话，也可以有整形的，有重建的。还是发现我这个人大概有将近35%以上的人还没有接受过乳房摄影，所以我们还是借这个机会呼吁符合资格的人尽早来做筛检。医师提醒女性，除了每2年定期年房的摄影检查，当年头出现各样摄血水、有分泌物、年房局部有塌落去，也是碰出来，有定种规定。年房的皮肤有烂起的情形，都要赶紧就医。另外，为了因应高龄化甲年癌的少年化趋势，国健署嘛宣布明年开始放宽年癌体检的年纪，扩大到40岁以上未满75岁的妇女，呼吁符合资格女性定期体检，防治年癌，降低死亡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